各位觀眾朋友對港國之後繼續收聽遲朝國際，呢個禮拜新聞幕後，同大家嚟關心係美國總統嘅當選人川普前兩日發表公然講，佢上任頭一件事情就係推出 TPP。雖然呢冇到 TPP 提10隻國家當中，不過呢件事情我相信台灣人當家是唔是能面對，到底會有哪啲可能的影響？今日的節目地圖為大家邀請到兩個專家。其實本日紹介同我做數片係中華經濟研究站 WTO 啦 RTA 研究中心嘅涂橋夏涂先生，杜老師您好。嗨，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各位大家紹介係來自淡江大學財經嘅李博強李教授，李教授您好。上午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謝謝兩位老師。其實我們2年多前一起在這個場合談過 TPP， 但想不到現在的局勢跟當時有這麼大的轉變。那首先我想請教一下。我們聽到這2天的說法，川普說 OK， 他上任第一件事情就 No more say goodbye to TPP。但我們聽到有很多國家，尤其日本，他站出來說，沒有美國 TPP 還是要繼續做下去。所以我想要請教老師說，是這樣子的嗎？縱使美國說退出了，然後在不到2個月之後成真了 ，TPP 它依舊有機會存在嗎？其實我們如果很嚴肅來看這個問題的話，當然就是川普當選了之後，因為按照他競選前的一些說法哈，他是要把 TPP， 他不會簽署這個 TPP 了哈。那所以如果說他真的美國不參加 TPP 的話，其實按照目前 TPP 裡面的協定，它有一條規定，就是說 TPP 必須要等這12個會員國這個至少裡面有85%的 GDP 佔85%的國家通過了之後，而且要把它這個通過的這個通知書遞交給紐西蘭之後，這個協定才會生效。是。那因為美國佔這個 TPP 12國的 GDP 的比重是60%，所以如果美國不通過的話，事實上這個協定根本沒有辦法生效。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如果川普是執意要執行他這個選前的這個說法的話，那這個 TPP 就是沒有。那我這樣子問老師，這個是當時奧巴馬任內跟這個其他11個成員國所洽談出來的這個條件，如今沒有美國之後，我相信不會按照原本這樣的遊戲規則，會不會是其他11國由日本來主導，然後重新擬定一個新的條件？那或許名稱就是 TPP， 但是它是一個新的規範，是不是在這樣的狀態之下 ，TPP 仍舊有機會繼續存在？到那個時候的話，那個協定就是說，至少現在的 TPP 的那個要求要有85%的這個 GDP 的國家通過這一條這一個條文，一定要去改變。對，好，那所以那會形成一個新的協定。那新的協定，那就 TPP 11個國家來講，因為這裡面很多的那個權利義務關係都是在過去的總共有30章。30章裡面大概至少有25項議題，非常重要議題。那這25項重要議題呢，都是彼此之間去交換、去談出來的一個最後的一個折中的結果。也就是說，各個國家呢都有一部分是對他們有利的，有一部分是他們必須要讓步的。是。所以這25個議題裡面相互折中之後，得到一個這樣的一個結果。所以如果說現在美國不參加的話，因為美國佔這個TPP 裡面佔了60%的 GDP 嘛，所以它是一個最大的市場。那它最大的這個市場，它不參加了，對於那個另外11個國家來講，當然是影響很大，對不對？一半以上。對，我東西原本是要很多是60%，可能是要賣到美國去的。對，所以現在就是說，那11個國家會不會在這個已經有60%的 GDP 的這個國家已經不參加的情況下，仍然達成一個很有這個意義的一個協定這個就很難講了，因為還要看各國的權利義務的關係會有怎麼樣。那其實在這個25項議題裡面呢，其實其中有很多都是美國因為它要重返亞太所制定的一些貿易秩序的一些規則。那這些貿易秩序的規則呢，目前在多邊貿易談判裡面，就是在 WTO 談判裡面是談不下去的。因為它談不下去，所以它才放到 TPP 裡面。所以希望在亞太地區，尤其是在它這個已經形成一個供應鏈裡面的時候呢，它去制定一些新的貿易規則，讓美國來主導。可是現在問題就在於說，
当初要推动 TPP 的时候，其实是美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包括他们的政治学家，包括奥巴马的重返亚太政策。对，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积极去推动这个 TPP， 形成了这有25个重要的议题。好，各个会员国都必须要去遵守。我看到，但是涵盖了6000页的内容。对对，非常那个议题那个议题是非常先进，对非常这个超级高标准。对对对，好，所以那。就说12个国家，反正就是想说还有美国这么大一个市场可以进入嘛，所以大家就相互容忍、相互妥协得出来。那现在就是说没有这个美国最大的这个 player 在里面的时候，那些其他的贸易规则是不是有些人他就会继续的要去遵守？譬如说他有很高标准的这个智慧财产权的保护，有很高标准的劳工环境的保护。那这个时候这些其他的11个成员国，他可能就会要想说。既然本来主其事者是美国，他现在不坚持，他根本就不进来了，那我们是不是要去改？所以那个假如说要重新再去检讨这25项议题的话，其实那里面变数就很多了。OK， 刚才杜老师讲到一个很关键的点，我相信李老师可能也有很深的同感。讲到美国重返亚洲，那还是这个民主党的总统这个败选人，这个 Hillary Clinton 他提出的。这里面重返亚洲其实目标很明确，当然就是对准中国。可是当川普宣布要退出 TPP 之后，我们发现中国的态度是异常的低调。你看，相较于日本这么积极，马上安倍就飞去纽约见川普了。我们很意外，就是说为什么中国看起来是忧喜参半？因为我们会以为重返亚洲针对中国，现在没有 TPP 的中国，原本用“一带一路”加 RCEP 要来反抗，要来这个 rebalance 这个状态已经不见了。中国应该是最大的得益者啊。是不是这样子，老师？对，这个听起来好像是哈。是这个我们刚刚杜老师也这个提到重点哈，就是说 TPP 原是这个奥巴马任内重返亚太经济再平衡一个重要的战略。那特别是要抑制中国经济的成长，因为刚好在奥巴马任内哈，那事实上这个美国刚好经济在面临的这个2008年这个次贷风暴之后走下坡，那中国呢在次贷风暴之后它能够维稳，而且这个成长虽然这几年的这个衰退但是呢在这个 TPP 来讲，因为是由美国主导所以对中国在亚太它的一个经贸战略来讲，事实上也是一个阻碍。所以就这个目前来讲，因为川普当选之后，他可能这个很大的几率会退出 TPP， 听起来应该中国应该开心才对，利大于弊才对吧？应该开心。可是呢，我们这个如果仔细去分析可以了解，事实上是忧喜参半那喜的是什么呢？喜的是因为我们看到中国崛起之后，它在这个在从这个之前的这个 APEC 到今年的 APEC。他提出了所谓一个这个 FTAP 亚太自贸区而且他在这个 RCEP 这个地方呢有很强的一个主导力所以 TPP 如果是这样结束了，完蛋了。他应该高兴他在这个亚太经贸战内，他应该有更高的这个主导权才是。可是他也非常担心什么呢？因为中国是美国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贸易国，那特别是这个。中国来讲它这个最大的贸易国就是欧盟嘛，那再来就是美国跟东盟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川普在选举期间，他特别喊出来说，这个他可能会课重税，课重税，对这个中国的进口课45%的关税，当然这个是违反 WTO 的这个规范了不过就是说，这个不管怎么样，那川普他对这个全球化。对这个自由贸易，它是很反感的。那为什么反感呢？当然跟美国很多这个劳工的这个失业那这个是有蛮大的一个关系所以方面他也是这个在选期间讨好选民不过就中国来看，如果这个美国呢采取这种贸易保护那对中国的贸易是占蛮大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在川普当选之后。那时候呢，这个包括这个很多国家这个股市在很短的时间有比较大的这个波动。但是后市都是看涨，你看道琼斯这2天特别注意的是，那时候跌是什么时候的时候，最大影响是电子股。那电子股就是因为呢对美国之间这种贸易的它的一个权重是比较重所以中国呢是让很担心说，真的美国如果这个采取比较这种强势的这种贸易保护，那对它的这种贸易
是影响比较大的啊。那特别是这个川普呢，这个也指控这个中国是一个汇率操纵国哈，所以这个在美元的一个强势啊，那事实上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人民币的这个重贬啊，还有亚币的这个重贬啊，所以将来不管是在贸易或者在金融政策上，或者是对人民币国际化，事实上都可能会造成某种程度的冲击，所以我想对中国来讲，它还是有某种程度的忧虑。老师很好玩的一点是，美国自己说他要主导这个事情。现在其实，在竞选期间，两党民主跟共和都有表态说，哦，那个如果是我当选，我就不要了。就意愿来讲，现在很明确，美国不要。那我们就需求跟欲求，那就需求来讲，美国可以不要 TPP， 是因为它有哪一些条件，它可以直接就放弃这个原本想要主导的这个泛太平洋经济协定。就像刚才李教授讲的，他主要是希望说把这个美国在国外所创造的那些就业机会拉回到美国。是那所以呢，他其实，在奥巴马政府里面呢，他已经推动了一个，就是希望这个先进的科技业能够又重新回到美国来投资了。好，所以在这个川普的竞选政策里面，他也提到，他尤其点名像 Apple， 就是苹果手机要回到美国制。对，要回到美国的投资，但是问题是美国的劳工成本太贵了。所以这是我说他有条件这么做吗？对，现在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他是一个商人，他不是政治家。是，他的商人，他的成功的部分主要是在那个投资不动产。对那但是他不是做实际的制造业的。实际的像这个 iPhone 手机，它在这个亚太地区整个的布局，它不是只有在中国大陆生产，其实在整个的供应链里面，牵涉到很多的零组件，都是从亚太很多国家不同地方去购买，然后最后在这个中国大陆生产组装，然后再运回美国。所以现在是说，即使我们讲说 iPhone 以后它到美国回去投资了，但是就这个厂商来讲，他绝对没有办法容忍美国现在的劳动的薪资水准，所以他一定要想办法去自动化，想办法要这个智慧化，用机械人来做很多事情。所以呢，最后其实能够回到美国的部分呢，所能够创造的就业机会，其实绝对不像他在海外投资所用的那么多的这个劳工。所以这个算盘是打错了。因为厂商他一定是利润导向嘛，是你的政策你要再怎么样，除非他已经讲说他可能会提高关税来限制这个从国外进口的这些产品。老师有讲，那根本连 WTO 的规范都根本不合嘛，你不可能。就是说他可能是讲说 WTO 里面还有一条规定就是说如果因为它降低关税之后造成它国际收支有很严重的一个赤字的问题的话，它也许可以做一些这个平衡的一些措施，所以它有一些空间。它有一些空间，但是绝对不像他讲的说45%的关税，那个是不可能的。如果讲到这个45%的关税的话，我们的记忆里面是在1929年跟1930年大萧条的时候，美国它的平均关税就是45%，结果呢造成了整个的贸易战，各个国家都竞相的提高关税，提高关税以后就是一个整个的需求全部减弱，贸易也几乎这个大幅度的下降，最后就是导致一个大萧条啊。所以它不是从政的，它可能在思考方面没有考虑到这么多。OK， 我们先谢谢两位老师上半场的分析。我相信众多观众朋友很难关心的，所以我们台湾一开始冇对了新加国家当中两件事情对印尼也就内地的影响，先去观察，共我在多来参考现场的两个来宾。老师，我们上半场先这样，我们下半场就要着重在台湾。大家也会想说，老师都讲到很多零组件，其实很多不管是鸿海，然后我们看到 HTC 很多这个。欢迎大家進到討論嘅現場。嚟咗禮拜我哋關心，川普講佢上任之後就推出 TPP 咧，現在呢話到呢本段是冇參加，所以冇買獎項。不過事實上長年唔係咁樣。
另外，蔡英文总統初步去參加雙公協會59年台會期間，是針對兩件事情做出回應，我們談一下。But with the U.S. likely to withdraw from the TPP amid growing protectionism, we must do even more. Asia's dependence on trade means that it must step up and take the lead to ensure that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continues to take place. 李老师，原本我们听到一个说法，对一个原本对我们研究不存在的东西，它现在要退出了或是消失了，我们应该是不受什么影响。可是看到总统的回应，事实好像不是这个样子。对，这个听起来好像是哈。我们虽然这个很想积极加入 TPP， 但是我们目前还没加入，也不是 TPP 的会员国哈。那即使没有了 TPP， 那听起来这个也没有什么关系啊。可是这个我们蔡总统为什么感到这个忧虑，而且要积极去加入所谓区域经济合作呢？那主要的因素我觉得有几点。第一个来讲，就是说 TPP 对台湾贸易的一个重要性啊，事实上它占了台湾贸易出口大概这个将近35%左右，而且它占全世界的 GDP 的比重将近有38%。好，所以台湾是一个出口导向的一个小国开放的经济体。好，所以我们对外呢是非常需要这个贸易的。那第二个，我们这个政府目前正在推动新南向。所以新南向里面的一些国家市场，文莱、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如果连南半球、澳洲、纽西兰加进去，一半以上。一半以上。好，所以这个对这个新南向这些国家的贸易来讲，哈，事实上是非常重要的哈。那台湾呢，如果不加入这些区域经济合作，那事实上在推动新南向要去跟这些国家来讲，那第一个至少有贸易的这个关税的这个限制，那第二个还有一些其他的像投资保障协定啊等等这些的限制，所以我们要去推动新南向。事实上它的这个阻碍是非常多的。所以就目前这样一个趋势，不管是 TPP 有没有，事实上我们对这个区域经济合作这个努力，事实上是不变的。除了经济，我想我们不能忽视政治现实。那如果没有 TPP， 另一方面中国主导的 RCEP， 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之下，我们可能也会有很多的挑战。所以我看到一个这个东协经济共同体 ACE 也已经成型了。那总统也讲说，我们要积极去拓展这些区域的经济协定。老师是研究 RTA， 所以我们也要设法去加入 ACE 吗？或者是我们跟这些原本没有签贸易协定的国家一个一个去谈 FTA 会比较容易吗？我们接下来在战略上能有哪些选择？我想这个我们要跟这些贸易伙伴去签 FTA 其实是困难度很高。在马政府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努力很多年了，但是就是基于台湾在国际地位上的这样的问题大家都要看中共的脸色，所以就这一部分来讲，我们其实是困难度是越来越高。但是蔡总统为什么讲说我们仍然要积极，我们要努力的更多？其实最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去看我们在亚洲地区的贸易伙伴。我们前10大的贸易伙伴已经生效的 FTA 就已经超过120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平均每一个国家至少已经签了12个 FTA。是。那我们当然是也有跟纽西兰、跟新加坡有签，但是呢，毕竟新加坡跟纽西兰占我们的贸易比重还是有限的。比起其他国家，尤其是比起我们的竞争对手，像这个韩国，像东协的那些国家，他们签的 FTA， 还有他们签的 FTA 占他们的贸易比重是非常高的。那因为他们占他们的贸易比重非常高，意思就是说，他们的出口到了那些主要出口市场的时候，都不用付关税，但是我们的产品。除了纽西兰跟这个新加坡以外，都要付关税，所以这个对于台湾的经济发展是非常不利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厂商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他们会想到外移。外移的一个结果呢，就是所以政府就推出新南向，鼓励大家往南边去啊。好，但是我们即使往南边去，我们的产品到了那边仍然是要付税的。也就是说。南向政策跟签署 FTA 其实是不一样的，只不过在我们没有办法签 FTA 的情况下，我们只好从其他的方面去努力，去尽量维持台湾的产品在这些地区的一个竞争力。
老师，那如果在没有 TPP 的前提下，对于我们的新南向政策究竟是帮助，还是又多了一层阻碍？其实如果说大家都没有 TPP 嘛，包括现在的12国也都没有，其实对台湾来讲反而是好的。怎么说？也就是说，如果这12个国家他们彼此之间都已经连接起来了，因为 TPP 所强调的是成员国之间的无缝接轨。对，所谓无缝接轨，就是指的它的关税障碍、非关税障碍、投资障碍、服务业的障碍，所有的制度性的障碍全部都会取消。但是呢，我们其实不知道说我们到底能不能够加入 TPP。如果现在的 TPP 12国开始生效，然后我们还没有办法加入 TPP 的话，其实是我们的所面对的障碍是更高的。好，那当然我们是在努力要加入了。好，那所以现在呢，至少这12国他们没有无缝的连接在一起，所以我们所面对的那个不平等其实是没有实现了。对，所以说其实对我们的负面的影响并没有负面影响。那但是问题在于说，我们的周边这些国家，他们签的 FTA 都已经太多了，所以就这一部分来讲，我们落后他们很多。因为我们落后他们很多，所以我们要努力去追赶我们所面对的那些不平等的待遇。好，我们要想办法去怎么样，尽量的去弥补。那我这样子请教后，或许李老师有您的看法，就是说，就在跟各国签 FTA 这件事情上，台湾我们自己能怎么样增加吸引力，让人家更想要跟我们签贸易协定？第一个来讲就是说我们要去加入区域经济整合那首先当然要有基本的条件。那基本条件来讲，第一个我们当然要检视我们这个相关的法规，看这个法规呢是不是符合，比如说这个要加入 TPP， 那我们的这个法规是不是开放，是符合这样的一个这个条件。第二个，我们想要加入这个 RCEP， 那是不是这些条件符合的？所以是法规的一个这个检视。那第二个来讲，我们当然要有积极的动作因为台湾的产业来讲是很多的这个。我们在总统府底下设一个新南向办公室，这样的动作还不够大、不够明显吗？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很明显的一些实际的政策的一个推动所以就这个新南向国家来讲，我刚刚也提到嘛这里面很多是，譬如说这个 TPP 或是 RCEP。这些国家的这个成员那台湾目前我们这个在马政府这个任内，事实上除了这个要积极加入 TPP 之外，事实上那时候是有提到说才要这个双轨来进行，就是 TPP 跟这个 RCEP。所以目前既然这个新南向的政策已经定了，所以我觉得在新南向这些国家来讲，我们应该积极的去跟这些国家来谈所谓一个双边的这个贸易。那要透过这个双边的贸易来建立这个关系，但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限制就是两岸关系。所以因为 RCEP 是由主要是东协跟中国来主导，那中国在这个亚太地区它的影响力越来越重了。所以我想这个台湾如果要突破这些障碍，那事实上我觉得两岸关系的改善是非常重要，因此在执行上。我觉得还是要持续去推动这个 ECFA 一些后续的谈判那这样才有机会改善两岸关系，进一步来这个在新南向这些国家我们再去跟他签署这些贸易的时候，那事实上机会是比较大的。李老师这段话，我想到一件事情，说纵使在现在两岸关系的氛围不弱，比方说去年之前这段时间，那在马总统的任内，两岸关系的气氛相对比较好，我们都没有办法。比方说，加入 RCEP 或是有更多的进展，现在我们可能就更没有机会，有点像是缘木求鱼。我们听到马前总统讲到一件事情，他说，签署 TPP 的国家有没有可能现在各自展开协议，私底下，然后为美国保留一个位置，等到这个协议成型之后，美国是不是自己就好吧，那我还是就回来，我就坐上这个位置。我不知道，就国际的这个贸易谈判协议来讲，有这样的潜力吗？这样的做法是可能可行的吗？就 TPP 它本身的精神来讲，它是一个对外开放的，也就是说，它是希望所有的 APEC 国家 ，APEC 总共是有21个会员国，都能够在符合 TPP 要求的时候，陆续的加入。这也就是为什么台湾希望在 TPP 展开第2轮谈判的时候，台湾要加入。那如果说现在 APEC 的会员国里面，
另外去协商一个没有美国参与的一个区域贸易协定的情况下哈，当然是有可能保留一个位置给美国哈。但是问题是在美国缺席的情况下，这些其他的这个会员国哈会协商出来一个什么样的协定？那这个协定呢，会不会符合美国的要求？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美国对于贸易协定的要求一向是非常高的，尤其是如果我们去比较美国跟日本目前在 TPP 里面所承诺的那些项目，你就可以发现美国是非常 open、非常自由化的一个要求，但是日本是相对的保守。我们光讲这个关税的开放的这一部分，日本就保留了400多项，大概还占它总项数的5%的关税仍然存在。但是呢，美国几乎是100%零关税，所以他们彼此之间对于开放市场的认知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异。好，如果未来这个 IPEC 的其他的成员国去协商一个新的贸易协定，我相信这里面的相关的条款会跟现在的 TPP 有一个相当的一个差异。那有这个差异的情况下，美国他就不见得满意了，所以那个位置他就不会做了。对，有可能。这一段时间，不管是要第2轮的谈判，我们还有机会，还是川普上任之后会另起另外一个协议，我们这段时间能做些什么？我觉得还是第一个来讲哈，就是说除了继续去努力参与这个区域经济合作的一些这个做法之外，另外很重要是产业的一个转型创新。那特别是现在所谓一个新兴的这个产业的这个推动包括这个互联网啦、物联网啦等这一些或者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5大创新产业是，而且是这个蔡政府里面的主要一个施政的政策所以我想这个特别是一个跨境电商跨境电商这个部分呢。